哎，大爷，去哪儿了？去木匠。哎呀，这么突然走还不跟我说？走，去我家坐一会儿。我也是。走，他去我家。不要，不想麻烦你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，叔叔你也走。好。你们先进屋子坐一会儿啊，大爷。我刚好准备做饭呢，吃完饭再走嘛。给你做一点东西，带在路上吃。走吧，别着急。好的，谢。走吧，叔叔。哇，带了这么多玉米梗。来，弟弟，玉米拿一下，别烤糊了啊。好。要大西，你给我做啥？我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东西。哇，我塞起来了，大西，我今天运气真好啊！就加个木柴，大爷，我要加热难啃。好。来，我来帮你啃。来。来，大家加个火。哇，可以吃吗，大西？可以吃吧。熟了吗？哇，太好吃了，大师。来，大家给我吃一个。好了。好辣的，拿回去放桌子上吧。好。来，叔叔吃板面吧。来，大家吃板面。哇，今天太饿了个。大爷，你也吃多一点啊！等一会儿你走的时候，我给你打包拉面，然后把这个全部烤包子你今天带走。哇，太好了，大西！我带着这个去木匠，1个星期也不会饿着，大西。你去木匠做饭也不容易，大爷。该这样就这样，家里肉吃完了嘛就这样，别小气。你想记住，
三样了。好，那我出发了，大喜。好，那走吧，我送你。好。这个烤包子放这里了，大爷的。好。原来我们3个一起多好，大喜。没事，兄弟，1个月以后我过来见你。好，抱一抱。那路上注意安全呢。好，那有我走了。信号的地方去给我打电话。好，叔叔我走了，哎，好，慢走，好吧。哎，大耳哥，等一下，我给你摘了个西瓜。哎，等一下，大耳哥。这么大的西瓜，好，那我走了，哎。好，保重自己。好。